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5月19日。近期新盤攻勢仍然是一浪接一浪，其中九龍區的新盤持續熾熱，繼續紅磡土瓜灣，以至啟德歐多個新盤相繼登場後，九龍優新盤市場將轉戰九龍塘的豪宅市場。繼早前新世界、九龍塘遠期樓花奧運部署日內上載樓書及展開推售，以至九倉會德豐的九龍塘半山超級豪宅The Money正式命名後，再有九龍塘新盤加入戰團。有麗新發展前身是九龍塘廣播道香港電台電視教育中心的新盤，昨日正式命名為博。發展商正部署於今年第3季現樓形式推售，項目樓高12層，僅提供46伙低密度豪宅單位，分別是40伙，面積約1100至1300平方尺的3房雙套或4房雙套標準單位，另設4伙，面積達2200平方尺的天際特色戶及2棟獨立大屋。項目屬於區域內過去15年首個豪宅新盤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